哎，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恁的网络好厝边。我们今天请到了大卫，准备中的 VTuber 猫猫卡爱，你好。大家好，有我的声音吗？有啊。他怎么灯？哦，我看到灯亮了。没错。那个你是不是很紧张啊？没有没有齁。好，为了避免那个聊天室的观众紧张，先跟他们打招呼。嗨，伊藤绿茶，嗨，苍大叔。苍大叔在我开台前偷偷抖那我300块，感谢苍大叔的300块。然后阿酸晚安。你老婆然后老婆安安。怎么感觉对老婆很陌生？不是，我讲话好抖。你有发现？但你一定不是因为紧张。应该是设备不好啦，是设备不好。原来是网路的问题。好的。对。好，我们还有 Sandra 跟鼠人跟白灵跟幻兽是新朋友吗？你好。然后还有子昌跟眼睛不好，我老了，跟伊里跟。对啊，有人说你怎么好像跟老婆很不熟？怎么会这样？谁说的？那个 Sandra 说的啊。一定是在看到他害羞。好。对。好，我们还有 Yvonne 跟 Loto Akagi， 你们好啊，该不会是你的观众吧？哦，然后乐透有那个推特上面有互动。对，你最近推特是不是也过了一个算是过了一个门槛嘛？那是脆那个，因为达到了那个，那是达到了999，然后我就会很喜欢去看我的那个追踪人数，因为999以内都可以弄成那个中文图书分类法的那个分类号。对啊，我现在有点烦恼，现在过了1000之后，我还要怎么玩这个梗？只玩后面3个数字是有可能的吗？应该也是可以，比方说1000，那可能就是100.0吧，或是100.1这样子玩。对啊，推特还没啊，推特现在才600多追踪而已。不过我也有看到，就是有出现特定数字的时候，就会有一篇就是跟那个分类号有连结的文章就会出现。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对啊，我觉得这蛮有趣的。然后我在发文的时候，就是那个 hashtag 我也会弄，就是分类号。有时候我会打上去，那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不想打，因为我会想要让看得懂的人看懂就好。我以为是要让大家自己去做功课，想知道自己给我去查。对啊，那个也是，其实也查得到的啦，但是也是要看查的对不对。我基本上都是用2007年之后的版本，我不会用旧版本。可是如果不熟悉的话，可能会查到旧版本。原来如此。所以它版本是会有不一样啊。这样虽然还蛮突然，但是就突然聊到正题了。所以就是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是会遇到有可能同事他用的版本跟你不一样这种状况吗？不会，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是统一要用最新版本。可是比较会遇到状况的话，是我们拿到新进馆藏，我们会先去看它的那个 CIP， 就是出版品预行编目，然后有的它可能就会写错。那写错的话，我们要去把它就是查出来，就是最新版本，或是分类到正确的版本。然后最常写错的就是那个台语是803.3，它很容易被编到闽南语那一区。所以根据图书分类法，台语不是闽南语。对，台语不是闽南语，后来有改版，但是有的人不知道的话，他可能会分类错误。对啊，所以真的可能会有就是闽南语的图书，然后它读起来跟台语就是不一样的。可能是看它的以它的书名为准。对，以它书名为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对，
我要自我介绍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我很在抱歉，这边讲什么太开803心点什么说的，太开心就直接开始聊了。应该要先请龙猫可爱跟大家自我介绍的，请。好，我是猫猫卡爱，然后就是刚刚有聊到，我会在推特跟其他社群平台，就是一开始是想要分享图书馆工作啊，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会写到一些性别议题相关的文章，然后最近就是被某个 VTuber 要逼迫出道，所以我有开了 YT 的那个频道，然后之前是用那个离屋 Zero 的那个李明皮，今天这个是那个欧拉夫老师画的，这样我算是一种 PNG Tuber 吗？其实好像可以算哦。对，但对啊，你也有那个李明皮，所以你是一个怎么说呢？也不只是 PNG Tuber， 你想当哪一个都可以。哇，其实我一开始也是那个，就是在做 VTuber 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想要做跟性别议题很有直接关系的，但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缘分到了就讲了一点。对，哦，有人说这样也是手足联动，好像这样说也没错吼。哦，对啊，我一开始其实很犹豫要用黎明皮还是要用欧拉夫老师的皮，可是我后来想想，好像就是欧拉夫老师就是画这个人设图，而且它上面那个颜色，我觉得跟那个同志蛮相关的，就是比较客制化嘛，所以我后来就决定用这个。对啊，而且你老婆应该说很辣，对。表示一下，好，我已经 cue 他了。好，那我们继续。好，好，那请问那个你刚刚说到你有被迫出道啊？那个被迫出道是什么感觉啊？其实我有点心虚耶，因为我开了 YT 频道之后，结果我才放了一支 short， 就是我玩那个 VT Studio 的那个操作，然后后面我是还有在摸索一下，就是一些剪辑软体，可是我觉得那个学习门槛对我来说真的好高，我觉得怎么比那个图书编务系统还要难用，就是对啊，感觉要花费我很多学习成本，然后那个字幕什么的我都弄得超丑的，很像长辈在剪片的样子，然后对啊，然后我是可能是计划会先放一些短片，然后直播的话可能是等明年。然后我其实一直讲，然后我之前一直蛮挣扎的，因为我大概是我一开始在看台币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出道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当观众看台就是看 VTuber 的表演当然是比较轻松啊，而且就是可能当时我是2022年末开始看的，我觉得那时候议题型或是知识型的 VTuber 好像也还没有那么多，所以就不太会去往这一条路线去想，对啊。但是我觉得近几年好像知识型或是议题型的 VTuber 有开始崛起。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如果是用文字以外的形式，然后来传递图书馆或是性别知识的话，而且跟观众互动，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对啊，就想说可以来试试看。对啊，而且我都还没有出道就可以去蹭那个别人的流量来联动。我的 YT 的订阅数有增加，我觉得蛮惊喜的。就我根本没放什么片。哦，不过我想一下能不能这样讲，没有啊。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准备中 VTuber 也是还没放很多影片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订阅数就已经先到收益化门槛的也是有。对，VTuber 真是个有趣的职业呢。好，对啊，然后一方面，对啊，我其实也不太准备中，因为我怕挂太久，好像很像诈骗集团。什么意思？对啊，就怕大家太期待。没有，这是我对我自己的那个
要求啦，对啊，就好像就是这样。你当初挂很久吗？还是怎么了？没有啊，就是我知道有蛮多人会挂，当然就得怎样算久，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啦。对对对，只是就是我好像也没有特别就是准备中很久，就是突然我也没有出配信，我就突然就开始活动了。真是莫名其妙呢。好，那为什么一开始会想在图书馆工作呢？其实一开始是本来在出社会前，在学生时代就有在图书馆打工的经验，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是先在那个采访编目组，就是整理那个就是退休教授的捐赠的书籍，然后后来是看其他组别有缺人的话，我就过去，后来就是有去系统资讯组整理电子资料库，然后还有那个典藏阅览组，那时候是做流通柜台，但我那时候还不会编目，我那时候主要是整理就是整理捐赠的书籍去分类啊，编目人员再去弄进编目系统这样，但是就那时候开始就比较熟悉那个锁书号，对啊，然后其实蛮好奇，大家都会用锁书号找书吗？不会因为啊，真的吗？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普遍知识啦，应该不是。就是输入书名，然后看这本书的锁书号在哪，然后去找它的那个书区这样子。所以是可能在系统上用书名找到它一个号码，然后从那个号码去找它的书柜这样子吗？对，就是因为我不太确定，就是因为大学生普遍都会，然后会我看到聊天室说会。对，那是我脱离大学太久了，好像会。对，大学生普遍都会。可是如果你是公共图书馆，或者是反正就是一般小镇村的图书馆，有一些长辈他其实是不会的，对啊。然后我怎么会讲到这件事情啊？总之这是大学生普遍都会的技能，所以我要说一个，就是我在打工时代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我那时候在打工，我如果在学校图书馆打工，我看到就是很有趣的书名，或者是比较浪漫的书名，我就会先记下它的锁书号。比方说，假设有一本书，它是叫863.5575102012，对，然后它863.55是它的分类号，它是台湾散文，然后7510是作者的4角号，2012是它出版年，然后我就会把这个数字写在那个就是纸条上，或是写信的时候写给当时的伴侣，然后、好酷哦，好像很浪漫耶。对，然后他可能就会去图书馆找说这是什么书，然后像刚刚我说那个锁书号，它的书名是那个陈雪的人妻日记，它是一本女同志有关的散文集。对啊，而且我那时候还会给他就是我的我直流通柜台的班表，他就可以拿这本书来找我借书这样子。对啊，而且如果就是吵架或是冷战到不想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去找有没有跟道歉有关的绘本啊，绘本比较多啊，因为很多小孩子的那个情绪教育会有一些道歉、认错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锁书号写给对方，人家就知道你要道歉，然后你也不用真的去拉下脸来。哇，这完全应该画进漫画。但还是要好好道歉啊，不能这么曲折离奇的道歉。可以是一个那个打破那个尴尬的一个开始，但是还是要道歉这样子。对。哇，精英式浪漫，真的耶。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关键字叫做4角号，为什么是4角啊？它是那个作者的那个叫什么？算是作者，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做成代码。比方说陈雪的话，那很明显陈这个字它编成数字会变成75，然后雪会是10。为什么很明显？对，然后他就
你刚刚说很明显嘛，但我想问为什么很明显？哦，因为陈雪它只有2个字啊，所以这2个字是一定会去、一定会去采用的。然后如果是那种，但我已经很久没有编作的四角号。如果是我想想，如果是那个像谁啊，四个字的日本人的名字，那就是村上春树，那这4个字都会采用，对。但如果是鸟山明，还是说它叫鸟山明，那编法会不一样，它就是要去区隔开来。然后如果说如果作者是外国人，像是他叫巴哈或巴赫的话，哦对，那个聊天室有人有编目过就会知道，对。然后就是如果是巴哈或巴赫，他就要去统一，或者是干脆我们是用他的英文名字去找，是比叫科特，英文的话是科特号，就会比较准一点，就不会有翻译不一致的问题。对啊，然后翻译名称一致的话，这又要涉及到那个权威的那个规则，这也是编目的规则之一啦。比方说之前也有聊到说，像是宝可梦，你如果在编书的时候，你不能只有写宝可梦，你的一些注记要去特别写神奇宝贝，这样子年纪比较大的，不是年纪比较大，是他可能就是还没有习惯宝可梦翻译的读者，他会去搜寻神奇宝贝，这样他也才会查到，就是你要去确认说你所有的检索点都有写上去了，对。然后聊天室问说为什么陈是75，雪是10，那个是对，就是那个辅大查询系统。对啊，可以是有一些那个图书的编目工具可以使用的，对。哦，我刚刚偷看了一下维基百科，那个所以四角号它的四角是那个字的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然后选一个笔画，看它是什么形状，编一个数字给它，是这样子吗？我有一点忘记原理了，因为它其实是。我觉得它比较困难的是，你要确认你要采用哪几个字。像是最困难的是，刚陈雪我会说很明显，是因为他就是一个作者，就是陈雪。可是今天的话，如果他是出版社或是出版者，国立台湾文学馆他出的书，他没有一个作者，那你要怎么去采用？你要怎么把国立台湾文学馆这几个字？你要采取哪4个字来编，那就会变得比较难判断，或者是北市美，就是那个就是一些简称，你要怎么去选择会比较难。对，原来。如果不一致的话，你会造成说，就是大家在找那个作者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马上去找出他要的那个作者。我没有想到会被问到这一题。我也是单纯好奇就想到就问了。好，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得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怎么说？因为毕竟就是隔行如隔山，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概念，真的是蛮新鲜的，好酷哦。之后也可以把你的那个名字陈火蛇收进，就是输入那个辅大查询系统，你就会知道你的名字变成数字会是什么了。就是哪天我如果出书了，就知道那个作者编号怎么编。那个哇，好，你刚刚有讲到，就是你在图书馆工作有待过很多不同的组，虽然我根本记不住，但是好像图书馆的工作内容比大家想的还复杂，所以图书馆员除了借还书之外还要干嘛？我刚刚那是大学时期，因为他们大学图书馆比较偏大型的图书馆，所以他的工作组也会分比较细。然后我之前工作的图书馆，它是偏小型的，它的馆藏量只有就其实不到10万，所以它没有那么明确的分工。对啊，然后不到10万是小型图书馆，好恐怖。10万馆藏以下，因为通常大型图书馆馆藏应该是会到几百万馆藏的。好难想象这个数字，我的天。对啊，然后其实也要看，因为它的那个几百万馆藏，你要看它有没有
副本号就是它重复购置的一些书籍，对，然后或者是它的视听资料那些有没有算进来，对，对啊，然后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以为图书馆馆员工作的时候可以看自己的书，或者是图资系读4年都在学扫那个借还书，然后或者是上班可以喝咖啡看自己的书，对啊，然后我也很常被家里的长辈就是问说，那没有人借还书的话，那今天是不是工作比较轻松之类的？对啊，然后实际上的工作。我是昨天发的图嘛？昨天有发那个冰山一角的梗图，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常被问到。然后我记得之前 Dcard 也是有馆员，他有做大型图书馆的那个冰山一角图，那个更精彩，对啊。然后实际上的图书馆馆员就是读者服务、新闻资料库收集、编列新书购置名单、书籍期刊搬运、馆际合作借阅。边牧新进馆场免费保姆、免费家教、志工管理、书展策划、周末活动策划、拍摄场地约、演讲场地租借、定期撰写好书、推荐长文、经营社群平台、修缮破损书籍、馆藏维护、定期盘点全馆书籍，还有被别的工作组丢包其他工作。然后这个是小镇村图书馆的工作量，就是我之前看到那个梗图是更夸张的，那个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人力太少是一定会过劳，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们那边图书馆其实也有过劳的问题啊，就是那个像比较常去接触到，就是要去搬运那个书籍，就是不管是新书还是馆际合作的一些借阅的那个处理，就是会有分馆的书还回来之类的，对啊，然后我自己对啊，那个其实是蛮需要劳力的工作。然后我其实还蛮不擅长做这个工作的。然后我当时的同事，他之前的工作是健身教练，然后我跟他的工作模式就是他可能我们工作分配上，我做比较多编目或者是去社群经营，还有写那个好书推广文这一类的，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他要做比较多就是搬书的工作，所以我们那时候一起搬书，也是他搬的比较快，而且就是他也会觉得说他要做比较多。但是呢，有一次就是因为有100多箱的那个分馆的书要赶快纳进来，所以他那时候1天之内他就搬了9大箱书吧。我那时候可能才搬了2-3箱，我就不行了。然后结果隔天就是他，好像是凌晨，他凌晨的时候他就传赖给我说，他明天没有办法来上班，因为他送急诊，他搬书搬到就是卵巢黄体囊肿破裂。哇！我们可以问1箱大概有多重吗？1箱我没有量过几公斤就是那种就是很大箱的那种啊。大概就是可以装多少本？装几本？我想想，那时候是多少箱？那时候快要100箱，然后2-3千本。1箱就总共吗？对啊，然后我看一下这样一箱大概20-30本左右，20-30本书左右。对。好，不是人做的工作。我看到聊天是说那个去靠北粉专看看，那个靠北图书馆的那个粉丝专页，它是一个可以匿名投稿的，就真的就是6都的图书馆，就是北市图或是桃市图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真的也是蛮操劳的，对啊，然后总之就是要一直搬书，这就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文青工作啦。想太多，没那么好做。哇，好恐怖哦！哇，对啊，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其实那几箱书没有那么急着一定要把它搬完，因为那些其实不太是热门书，没有说一定要赶快上架啊。我不知道我们主管是在急什么，就是要我同事就是一次搬那么多书，我就不懂。对啊，哇，这件事情是只有你们可以做，对不对？就是
志工不能做这个？志工因为其实都是长辈居多，所以不太敢叫他们做、好像太危险了。感觉他们，对，我觉得太危险了。但是可以，就是我们拆箱之后，然后可能请他们搬到特定的楼层啊。但是如果是书籍要归位上架的话，还是由我们馆员来做。因为像我刚刚提到锁书号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所以志工他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书籍就是正确归架的。我很好奇，就是我自己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如果这个工作很需要专业知识的话，通常我觉得把它的就算是一小部分，就是通常把这一小部分拜托给别人做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比我自己去做还麻烦。我很好奇，就是志工要找志工帮你做事这件事情，真的有办法分担工作吗？那可能是要看那个志工训练，因为是我们这边小镇村在做志工招募的时候就蛮难招到人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做那个叫志工考核吗？就也不太会轻易的真的去启动那个退场机制，对啊。然后所以就是我知道有些图书馆他们可能是会让志工去上架，但我们这边的话是没有办法的，而且我们这边的志工就是真的还蛮难管理的嘛，因为像是我们有志工他可能就会仗着说他自己是志工，然后所以他就是会想要在已经快要闭馆或是馆员中午休息时间的时候，就是把馆员叫起来，然后就跑到我们边牧室，就是把正在午休的馆员叫起来，然后要我们帮他处理借书，因为他的志工时数到了，还要走了，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比较有身心状况的志工，他会幻想说就是图书馆里面有炸弹，或者是有人带了武器来，然后会一直要我们去撬开读者的置物柜这一类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去找保全来处理，然后或者是要特地调那个监视器给他看。但问题是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会耽误到我们做正事的时间，对啊。然后就算要去启动他的那个退场机制，然后可能他背后有什么人脉啊，然后去跟就是我们主管还是什么去说情一下，就你其实是很难真的去辞退这样的志工的。有一点托儿所的感觉是吗？就是他的家人希望他在这。也不无可能呢，对啊。那当然也是有好的志工啦，可是就会变得说每天上班都很像是在抽签，就是你要你有时候因为他们志工班表其实也蛮乱的，有时候他们会自己填，所以来的人不一定是名单上的人啊。有的志工他可能就完全不来，那就变成说就是馆员要自己去处理比较多事情。很难去真的抓到你们那一天有什么人力。会比较难评估，对啊。哇，志工的品种，来交朋友的，做身体健康的，来拉保险的，学生缺服务时数，退休找事做，巴拉巴拉。然后还有志工，他其实是达到一定程度的那个一定时数的话，我记得是有一些那个志工福利，就是去一些艺文场所是免钱的，所以有的人他会为了这个时数来。但是他不是真的想有服务的热忱，对。这个我真的没听过哎，我好像离开大学就真的很少去图书馆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好哎，那我可以去当个好志工了。好，那个有没有什么不能问图书馆员的问题？比如说那个，请问你们有没有卖牛肉面？就是那个超老笑话，对不起。可以问，但就是没有。可以问哦，可以问，所以有比这个更不能问的。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其他问题比起来，已经算是没什么杀伤力了。对啊，杀伤力不能问的，可能不要没事就问说你们
周一休馆，那你们是不是休6日1？那只要工作4天就很爽啊。然后结果你问的那天就是周末，那你怎么进来图书馆的？很气哦。对啊，然后对啊，还有问什么问题？想想怎么还一时真的想不太到啊。这好像也不太算不能问，但是还蛮多读者会跑来图书馆问说你们有没有卖什么书这样子，但是我们这里是图书馆，我们也没有跟书店合作，然后是觉得蛮有心的啦，就是对啊，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真的被问到蛮多的，所以也会想要去。当时我也有提出企划，说我们可以跟小镇村的那个一些独立书店去合作看看，就是可能在书展的时候，然后把某几本书可以可以放上独立书店的 QR code， 那就可以跟这些独立书店购买之类的。对啊。哦，哇，你很有行动力耶。哦，对啊，我那时候有写，然后那时候。反正就是有写啦，但是我离职之后能不能做到，应该不知道。现在是也还没合作成功这样子，对啊。我有点震惊的是，我不知道，可能从我以前就觉得图书馆是一个借书的地方，那可能没有卖书。或许因为有些人会去那个叫什么？可能因为可以在书店读书，也可以在图书馆读书，也许有些人就觉得很像同一种场所这样吗？不晓得。对啊，但图书馆其实除了借书之外，也有视听资料可以借，然后还有什么？我那边也有，就是周末也会不定期的办活动。对啊，然后也有一些演讲可以参加，然后外面也有一些那个艺文市集，周末的时候啦。对啊，就我觉得图书馆它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实蛮多的。不过图书馆没有卖书，但是图书馆会增加馆藏，所以书只会越来越多吗？不会，书的馆藏量其实是有在控制。像是这会牵涉到那个馆藏发展的那个规范，就是我的草稿写在哪里？没关系，不用紧张。就是我之前在脆上也是有人在问说，为什么图书馆的书一直新增，一直购置，可是好像书架都不会被塞爆？那是因为就是有那个几乎每一间图书馆都有馆藏发展政策，就是它会去，这是一个大方向，但不是每个图书馆都是这样制定的，但就是会固定去淘汰掉一些资讯会比较因为年代快速更新的书籍，比方说旅游类或是升学参考书，还有资讯科学类，所以就是因为这些书基本上你过了5年之后，你都不太会再去借了。比方说，你不会去借5年前的脸书行销教学书籍啊，因为它那个演算法整个就是已经完全变了。然后你也不太可能去，一般读者也不太可能去借10年前的旅游书，除了那个蓝奕明，但他好像是自己买书的，他应该不是用借的。对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副本数比较高，就是重复的书籍比较多的书，它可能当时很热门、很畅销，所以大家都会借来看。可是它过了那个时期之后，没有什么人看的话，那也会去淘汰掉。对啊，然后淘汰掉的书籍可能会再去碎纸厂，或者是会去进行一些二手市集拍卖掉这样。然后对，就是有的会报废掉。然后。对啊，这是馆藏发展策略，所以就是家里不要的书可不可以捐给图书馆？是可以，但是通常规定上也会写说，就是馆方有决定要如何处理的权限，基本上要去符合刚刚提到的那些馆藏发展政策的书籍。对，而且如果馆内的副本数太多，也不会纳入。再来就是大部分也都是不太会去收期刊或是杂志类。然后我想到就是之前就是那个
这个之前也有跟别人聊过，对，然后总之就是有读者他来到我们的流通柜台，然后他拿了很多本的那个应该算期刊吗？他拿了很多本的那个台文通讯跟台文战线，他想要捐给我们图书馆，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同事看到这些书稍微翻了一下之后，他居然回说：“不好意思，我们不收政治书籍。”然后我整个吓到，赶快跑过来说：“他的这几本书的分类是不是政治无关，而是我们没有在收期刊跟杂志类，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艺术类相关的主题图书馆，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收台文通讯。”聊天室有人在哭是怎样？我觉得我回答的很好啊，对啊，我觉得有道理，就是告诉他被拒绝的理由，要告诉他正确的吼。对，就是我很怕那时候我的同事如果直接跟他说我们不收政治书籍，那就不对啊，因为我们馆内有白色恐怖还是其他政党历史相关的书籍，那为什么就会收？那我觉得就会很容易被投诉，对啊，对那所以就是一定要跟对方说，就是我们拒绝的原因。然后还有，台文通讯不艺术吗？你觉得它是艺术类吗？你告诉我。对啊，然后还蛮常遇到一种状况是捐赠书籍的人，然后我们也收下了，然后他就会3天2头的跑来我们图书馆，就会问说啊，我之前捐赠的书怎么还没有上架啊？那本书不错，这本书哪样，就是你们应该要赶快上架，对啊。但是有时候确实，有时候可能是不符馆藏发展方向，所以就淘汰掉啊。有一些有符合的话，可能因为他捐赠书籍可能也不是太新的书，所以我们也不会那么快的编进馆藏里，我们会先以就是新购置的馆藏为主啦。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捐书了，不要一直跑来问说我捐的书，我的好意怎么好像被错过了，但不是这样，对啊。然后还有一种状况是，我知道有人好像会捐立体书，然后立体书的话，有些图书馆其实也是不太会收，因为那个实在是太贵重了，而且很多是那种历史悠久的立体书，就会怕说收了之后，其实我们都是会放在就是秘籍书库，因为你也不太可能放在就是开架的书的那个书区让小孩子去翻，因为绝对会坏掉，然后又会很难去修缮，对啊。所以有不开架的书库是你单纯在图书馆里面逛的时候看不到的。就是有壁架书区，还有藏书库，我们这边有分这2种，对啊。然后像是有年龄限制的书籍就会放在壁架书区，因为它不能放在开架的书架上，因为你图书馆其实是没有年龄限制，对读者来说没有年龄限制，那你不能让18岁以下的读者就是看到什么天体营之类的书籍，反正就是不能让没满18岁的人轻易看到18岁以上的内容，对不对？对，然后就是如果你要去借这样子的书的话，你只能在系统上先搜寻，就是你要先知道书名，对，然后你搜寻到之后，可以再请馆员帮你调阅。然后像我刚刚提到壁架书区的话，它是可以借出去的，然后如果是像藏书库的话，它是比较贵重的书籍，它是只能在馆内阅读。对，原来如此，然后我也可以就是一并回答，就是可以捐色的，捐年龄限制的书给图书馆吗？然后或者是图书馆会不会购置年龄限制的书籍？答案是可以捐，然后而且图书馆自己也会买，可是馆方也是会依照馆藏发展策略去决定要不要接收这些捐赠的书籍。然后馆藏大部分可能都是以教育研究用途为主，对，然后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捐不符合就是馆藏发展方向的话，像是你捐 H1 这种对娱乐性的书，它没有明显的那个教育学术的价值的话，对，就是情色小说或是情色漫画的话，或者是R18的同人漫画，这些其实都不会收。所以如果想要就是看那个就是买同人漫的话，还是自己买比较快。图书馆基本上是不会不会收这些的。我喝一下水。对，毛毛要喝一下水。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图书馆是可以找到就是18禁的书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刚刚提到的教育研究用途的话，就是比方说，就是性别文化研究，或者是情色史，然后身体研究，或是文化现象分析这一类的，或是性工作研究、身体政治啊这一类，或是艺术性质的插画集或摄影集，可能就会纳进馆藏。你刚才还有提到一个出现蛮多次的词，叫做馆藏发展政策，这个是每个图书馆会有不一样的馆藏发展政策吗？对，每一间图书馆它都会自己制定不一样的，因为像我之前工作是艺术类的话，那就会是先以艺术类的馆藏发展为大宗，对啊。然后像编目规则跟图书加工规范，每一间图书馆也都会不一样。加工规范是你们会馆藏的书还会再加工对，就是之前那个什么，我之前在翠上面就是也是有回答这个问题，然后结果底下就是有人留言说，可是有一些书看起来已经很旧啦，就是一些世界经典名著，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已经很旧，那如果我偷偷买了新的，然后直接放上去价位上，是不是馆员不会发现？并不会，是一定会发现的。因为怎么一直消失？对，是一定会发现的。因为我们你编目完之后，然后你要去贴锁书号，就是在那个书背上，然后你还要去贴那个盖馆藏章跟那个封章跟封口章，然后还要贴借书卡，对，然后还要贴那个哇。我们是不是网路真的有点卡？在吗？还在，我们刚刚卡了一下。好，对啊，就是像刚刚说的那些，就是编目完之后要做的图书加工。所以读者如果以为可以就是瞒天过海去换上一本一模一样的书，是不可能的。而且你可能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一样，因为光是它的那个第几版或是第几刷，你都不太能够去掌握。对。对啊，我想说问这个问题之前，不知道问问题的人有没有想到那个就是会刷一下条码，那个条码是怎么来的？除非他真的有在图书馆工作过，然后他知道怎么去瞒天过海去取得这些东西，是要拍电影加工。对啊，但是几率很小啦。对啊，因为我们连那个锁书号的那个条码跟 对那个ISBN 是上面就有的，然后是那个登录号，每一间图书馆登录号的格式也有规定，那个尺寸会不一样。对，所以你要明确的知道这些格式，你可能还要去前进我们的工作档案里，你才会知道。对啊，突然好想看这种题材的电影就是为了某个很特别的理由要瞒天过海换掉那本书，好想看。好酷哦。那除了遇到一些会问怪问题的客人之外，我很好奇图书馆还有什么类型的奥客呢？OK， 通常不是说客人，通常都是说读者或是民众。对，然后，我的小抄在哪里？OK， 我觉得我最常遇到的 OK
我觉得是志工，因为每天都要去接触，你要照顾他。对啊，然后其他的 OK 啊，我想到曾经有男性的有男性的那个中年读者，特别把人家标签、反正他就是很典型的那个考男，他就会问说，你是这里的管员，那你是读什么科系呀？你是读图资系吗？他就会很骄傲说他自己知道图资系这个科系。这样也可以骄傲。然后我就对，我不知道他骄傲的点在哪。然后我就说，就说不是，我不是图资系。然后他就会一直想要猜我的科系是什么啊。然后我觉得他一直问很烦，所以我后来就是我没有很明确的说科系啊，但是我就说文学相关。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听到文学相关，他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看过某些那个经典的中国名著，然后他就问说我看过《红楼梦》，然后我就说有啊，我有看过。他说那你会背《红楼梦》的诗吗？他就背这个干嘛？问我，然后我就说我会啊，这样子我就背了《葬花吟》给他。哇，你还背给他，对他太好。我背给他。就是我从那个天尽头和杜有香丘那边给他背到完，然后他吓到了，他没有想到有管员会背《葬花吟》给他，他没有想到会考到真的会的。对对对，因为我超爱《红楼梦》啊，他怎么敢考我这个啊？拜托！哇，问对了呢。他怎么会考《葬花吟》？我觉得他要么也是问一些《红楼梦》的一些细节。结果你知道他听我背完之后，他的感想是什么吗？我无法想象还可以有什么感想。他的感想是，《红楼梦》是也还蛮不错的啦，但他觉得《三国演义》的历史性的价值比较高啦。都给他讲，都给他讲。《红楼梦》就是曹雪芹个人写的小情小爱，然后我就想说啊，你是在考？啊，你是写得出来哦，考也是你在考。对啊。好，还有他没有叫我背《三国演义》的什么挖沟，这我就真的不会。好疯哦！我觉得这很疯狂哎，这蛮荒唐的啊，还要花时间对付他。对啊，然后因为他也算蛮常来的，是因为这次过后比较常来吗？好像是，反正就是一个怪怪的读者，他可能想说怎么有管员会背《葬花吟》。天哪！然后啊，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冷知识，就是图书馆闭馆半小时前是，通常是没有开放借书的，没有开放，你可以还书到还书箱里，但是通常是没有开放借书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大型图书馆的话，它可能会广播，通常就是会广播说半小时。闭馆前半小时不开放借书服务，所以就是要读者把握时间。然后我们图书馆比较小，没有这个广播，所以就变成说我们馆员要去巡，就是有读者在的话，就是提醒他说，就是要就是在闭馆前半小时借书。可是有的读者他就是没有要听，对啊。然后我们通常图书馆会有这个规定，是因为要去统计今天的那个借阅资料，要去让系统跑，对啊。然后如果读者这时候还要来借书，也不是不行，就变成说我们要去拉长就是系统跑的那个时间，我们就会晚下班。对啊，理解了。对啊。虽然还蛮无关的。之前在咖啡店打工也是，时间到了就不能点餐，因为要让咖啡机要清洗，也是要等它跑。你硬要做也可以，但是我们就会晚下班，所以不要。就是我们那个系统主要是让它跑那个借阅的数字啊，就是让它去统计说哪些馆藏类别的借阅量比较高，然后读者分析这一类的。这也是为了就是知道需要就是要有什么样的馆藏，然后要加哪些书这样子吗？对，是参考的目标之一，但不会完全遵照这个，因为如果你完全遵照，会变成说你是只考量到读者需求，
然后你是艺术类的图书馆的话，假设你今天买了，你要冲那个借阅率其实很轻松，你就去买个热门漫画，然后或者是一些畅销小说，或者是一些成功学的书籍，那借阅率就会很高。可是问题是，这些书不是这些图书馆它的馆藏发展就是不健康，因为你买来的书其实也是在养那个读者的胃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比较冷门或者是比较贵重的原文书会先纳进优先考量，因为就是艺术图书馆它可能读者比较多是以艺术驻村的艺术家或者是一些艺文工作者为大众，那他们比较会没有经济去购买比较昂贵的原文书或是原文期刊，所以我们会买比较多这类型的书。哦，那个借阅率会被当成 KPI 吗？哦，会哦，这会被当成 KPI， 然好难，后所以你要去平衡它。对，然后像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我看一下租借权吗？之前那个推上面，然后脸书上面蛮多人提到那个那个公共租借权。它其实一开始是只有国资图还有那个国家图书馆在试运作的一种模式。它就是你借了书之后，然后好像借一次1块钱吧，然后它会回馈给作者跟出版社。那后来就是有扩大到6读，然后而且就是那个补偿金有扩大到翻译者，对。然后他一开始试运作的时候，其实拿到的钱不多，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听到应该算畅销小说家，然后他作品也有翻成法文跟很多语言，总之就是借阅率算蛮高的小说家。可是他在演讲上的时候就有说，他其实拿到的钱没有很多，好像不能说数字，反正就没有很多。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前阵子就有看到大家拿到的那个金额就有算是比较正常一点啦，对啊，对，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个制度在所以就是会有一个如果你用 KPI 来看那个绩效的话，会有一个隐忧，因为像我不知道就是图书馆图资界也是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术语，就是会有那个幽灵书车就是馆员他就是会把一些书籍放在幽灵书车上，可能比较少人借的书，对，放在幽灵书车上，然后就是趁有空的时候他会去刷这些书，就是借了又还，借了又还，然后达到那个借阅率，然后就会出现很明显异常的那个借阅数字，就这本书根本没这么红，可是他却拿到了很奇怪的借阅率，然后他可能也因此拿到了就是这个出借权，即便没有读者真的去借他，所以就是会有这个争议在。对，有那个聊天室有人说数字是自己刷出来的，对啊，就是会有这个状况。这会有什么监督单位来查这件事情吗？还是就不会？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因为我们图书馆偏小型的话是还好，我们比较幸运的是不会看借阅率，对啊，我们比较是看办活动的那个绩效，还有就是好书推广文写了多少这样子。原来如此。还有规定，就是要编多少新书啦，对，借阅率就比较没有在要求。编新书的话，也还是会有预算的限制嘛？预算限制的话，因为预算这部分不是我控管，但是大概应该是有限制，因为我会先去整理一些新进的名单，对，但我就发现我主管他不会每一本都买，对啊。
所以你的工作内容包含从市面上、从世界上找到你觉得适合的书。对，就是有那个全国新书出版品网站，然后也会从就是国外的一些网站去捞这样子。哦，感觉我在吃喉糖。我等一下可能也吃一下。这感觉虽然今天好像猫猫讲话比我多很多，对，因为这是什么很专业知识的输出，我只能负责问问题呀。哦，哇，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就觉得跟那个就有些人想象的单纯只有刷条码借还书比起来，实在是多了非常多的工作。用那个冰山的图来比喻，真的是蛮有感觉的。而且我自己，因为我会去负责就是新书收集，对啊，然后就是我自己在担任馆员的那段期间，我会特别去看，因为那时候我们快要办那个台语书展了，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特别去看，就是国家语言的一些书籍，有特别去购买就是跟台语有关的书，对啊，然后还有女性艺术家的书籍，那时候我也有特别去选，对，我怎么有一个印象，好像你有提过，你是在做图书馆相关的工作的时候接触到台文是吗？哦，对啊，那时候应该是我应该是有先上网看，确定它是台文的绘本，然后我就有买来，对啊，然后而且就是封面看起来很漂亮。然后是黄土水跟奈何，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很亮晶晶的那本，我忘记是什么了，好像有放在 DC 上，对，然后黄土水跟奈何那几本就是它有附华语翻译，可是很亮晶晶的那本突然忘记名字，它完全没有华语翻译，然后我就也是完全看不懂，对啊，然后所以才有特别去找就是台语语文学习的资源。那时候是先看到台南美啊，然后滑推特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绿绿的宝箱怪在那边说台语教学可以找他什么的。听说一开始还以为那个绿绿的宝箱怪很轻浮，是不是？对，因为我当时他说对，对，不是因为我当时对于 B 圈的那个印象就是好像教台语的很多都是用火星文，其实也不止 V 圈啊，就是我们图书馆其实周末偶尔也会办那个儿童故事屋，然后有一些长辈或是也不是长辈啊，我不知道是哪里请来的老师就是我很明显他们不是台语背景相关吗？因为他们就是会用火星文在教小孩子，然后就是那种而且也会讲台语是闽南语，但我会觉得说，我就觉得说，你一间图书馆，你要去达到文化平权或是语言平权，然后你做事只做一半，就是我觉得不太行。而且那个请来的老师，我觉得很也蛮有问题的啦，就是他们会比较是用比较严厉的方式去管教小孩，对啊，我觉得对于儿童读者的身心发展来说也不是很好哇！我看到聊天是说图书发展计划通常认定达到指标的基准是什么？某领域的藏书吗？还是馆内图书搜寻次数之类的？我们这边其实管的还蛮宽松的，所以我们这边只有看一个月要编多少馆藏，然后还有就是每个月要写几篇文章跟社群平台的经营，但我们也不会去要求说要达到多少的粉丝这样子。还有什么？还有新书的收集啦，就是每个月要收集多少新书。所以刚刚说在社群平台发文也是被列在馆藏发展计划里面对，因为他们会希望可以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有这间图书馆在，因为我们那间图书馆算是蛮
好像还蛮多人不知道的，对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哦，对啊，就我刚好昨天也发了一个，应该是昨天吧，对，也发了一个推文，就是讲到说，我觉得有一些试着做，因为我对台语比较有研究，我就讲台语，就是试着推动跟台语有关的议题的人，有些人看起来不是很有那个意识，就是他其实只是想要做跟台语有关的事，但他可能用的方法不是真的很从根本上可以解决问题，他可能对这个议题的认知还不够。那我有时候觉得，这样子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很可能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不太好的。就像用火星文教台语，可能比不教还糟糕，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对，然后对啊，然后因为其实像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台语803.3，然后其实，在编目人员他如果其实没有稍微没有那种意识的话，他可能就会编到802.527是闽南语。然后另外一个很常被编错的就是863.57是台湾小说，然后他可能就会跟857.7的中国小说混在一起，然后因为有时候他可能是直接看就是后面的那个 CIP， 就是预行编目，然后他就会编错，对，然后可是对，就是我觉得要看那个编目人员他的专业能力专业程度到哪里，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会编错，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家图书馆他们给错了那个分类号，但这个之所以会给错，也是因为其实中国图书分类法是在2007年的时候有大幅修改过，所以才会有列出比较多就是跟台湾相关编目的那个主体性的分类号。然后你如果要去追溯，就是之前编错的那些分类号的话，其实是蛮浩大的工程，所以都是以新进的馆藏编目为主。所以如果在图书馆看到就是这几类书很容易混杂在一起放，那也是算是不得已嘛。有一些就是以前已经编在，比如说已经编在中国了，但是就来不及改，没有那个人力去改，就没有办法再改回来。然后除了就是语言跟就是国籍之外，因为其实这个中文图书分类法它是一直要与时俱进的。然后其实像在更之前的话，是会把性别认定障碍把它编在病理学的书区，病理学的那个分类号，对。但也是在2007年之后，就是把它删除，然后直接编在那个性别关系的那个分类号里，这样。这听起来很像是以前觉得性别认同跟那个怎么讲，跟主流不一样的话，就会被当成病，但是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是像这样子。所以其实都会修改。然后像之前那个什么，之前我讲错那个蕨类的那个分类号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他可能在他们的植物学当中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或是新的分类，所以也会去做更动。那我来问个新东西好了，如果我想要找跟 VTuber 有关的书，我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VTuber 的书，因为其实 VTuber 是蛮新的产业嘛，所以就是基本上你在分类法里面看到的都是比较永久性的类目，所以它如果没有存在太久的话，那就是不会有这个分类号。但是如果真的要去找的话，我觉得比较是可以在大众传播类找到，就是541.83，像那个之前那个拉店他有推荐过一本书叫 VTuber 学，是由那个日本的那个冈本健教授，然后还有山野红树跟那个记者吉川惠他们编纂的书，对啊，然后它的类型就会是比较偏向541.83大众传播。然后像另外一本的话是
你也可以搜寻虚拟直播主，会找得到比较多，因为你如果只有搜寻 VTuber， 可能就会找不到。另外一本书是超可爱虚拟直播主 VTuber 如何在全球创造100亿营收，它的分类号是484.6，是资讯业。对，然后但其他的话，因为我目前找到的书只有这2本，然后他现在比较多 VTuber 的研究，其实还是好像以论文为主比较多，比较不会是系统性的出成一本书。对啊，然后对，像有一篇论文也是蛮有趣的，它是 VTuber 呈现的错位娱乐性，以月之美兔为例，但是它的分类号就很奇怪，很明显我觉得是编错，因为它的分类号是803东方语言。对，然后对，然后另外一个是 VTuber 与新形态字幕组的翻译现象，然后它很明显应该是华文写作的论文，可是它被编在861日本文学，那它不是日语也不是文学，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编类在这里。对啊，然后或者是还有一个研究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的，是 VTuber 观众忠诚度形成之研究，它是被分类在496商品学、市场学、行销管理。所以如果要去找的话，我觉得是541.83大众传播，还有484.6资讯业跟496行销管理这几个分类会比较找得到。然后像999的话，999就是我刚达到的这数字，999是那个民俗艺术跟业余游玩。这个的话，好像我是没有看到有 VTuber 的书被放在这里啦。对啊，民俗，所以答错了。感觉 VTuber 跟民俗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中那个有一点距离，虽然我不太确定民俗的定义是什么。是业余游玩吗？业余游玩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不是一个本业收入。业余游玩，因为它底下的分类号是逛街购物、日光浴、天体营、美食通、直到乐、各种收集，还有废物利用。废物利用，原来我是废物吗？999.9是废物利用。我觉得废物利用有道理耶，就是你看我就是好手好脚，不去打工，我在家里当废物。利用一下别人的流量，好，不要乱讲话好了，对不起。哇，好的，废物利用999.9，大家学会了吗？很好记耶，以后可以这样介绍自己。好，我以后的自我介绍可以偷来用了，好开心。对啊，那个我也觉得猫猫卡爱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过劳了。你有喝一下水吗？我有喝水。太好了。对，那我还很好奇，就是图书馆会就是我不知道我其实有听过，就是有一些呼吁是希望在图书馆可以去设那个本土语言的书区吗？还是就是书柜？就是希望图书馆在推动那个语言平权上去做一点事情。我很好奇，就实际上有在做这一类的事情吗？不管是语言平权，还是性别，或是任何其他议题。有，就是我自己的话是，虽然是没有设置本土语言书区，可是是有女性主义书区跟那个原住民书区，还有什么对，然后其他图书馆的话，国资图我记得是有东南亚文化书区的，然后就是都是放那个语言的书，然后像是，其实我觉得像除了那个书区的编制之外，我觉得改善就是图书编目系统的设置语言也蛮重要的，因为像我们今天如果是编英语写作的书，我们就会直接写 ENG， 然后日语的话就是 JPN， 但是我们如果编中文的话，就是写中文是写 CHI， 可是我们今天如果编到
族文或者是台文，它是没有自己一个专门的语言代码。怎么会这样？然后，对，它会被直接归类在中文 CHI。对，然后这样子的编目方式会导致说，如果你要去你要去调出就是各语言的馆藏量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估算你馆内的本土语言的馆藏有多少，除非就是那个编目人员他有特别细心，像是我会在注记里面特别去把它是什么用什么语言写的打出来，那你在调的时候要去特别捞出那个注记的部分，你才可以明确的知道这间图书馆就是以各语言编的那个馆藏量这样子。哇，这个议题比想象中困难呢。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系统如果真的要去改的话，应该也是大工程。对啊。而且可能有的人会说，族文跟台文写的书那么少，那就还是编在中文一起好。完全可以想象会有人这么说。对啊。我觉得一棒说的有道理，他说讲的好像设专区就会有人来借一样。是好像对耶，哇，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其实有准备稿啦，我们有把会问的问题写下来，想说比较不会紧张。对，那我们问完图书馆的部分了，那我们来问女同志文化的部分好了。好啊。好唐突的转好硬哦，怎么会这样？我记得有一个过渡问题，有，就是那个跟图书馆有关系的。对。你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会因为就是自己的女同志身份，有遇到什么比较特别的经验吗？就是我觉得很容易被，可能也不只是女同志啊，就我们那边的馆员都是年轻的女性，然后所以志工就会很喜欢来找我们搭话，然后他就会做身家调查，他可能就会问说：“你这个工作薪水多少啊？你你喜不喜欢煮饭带小孩？”太没礼貌了吧？对啊，然后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图书馆馆员就是乖的，然后很听话，很适合当一个好媳妇。毕竟是文青工作。对，文青工作，然后说不定还有时间可以带小孩，然后会是问学历吧，然后跟他讲了学历之后，他就说，这太高了，会不会很难找男朋友？我就想说也没有很高啊，而且干你屁事啊！对啊，全部都他在讲然后那个什么，而且连主管他都会想要介绍结婚对象给我跟其他馆员，可是我可能也是我们那间图书馆的文化因为我们那间就是小镇村图书馆，然后关系其实都蛮紧密的，然后就是谁是谁家的小孩也都知道，然后甚至也知道我亲戚是谁，我觉得很那个对哦。然后这也是让我很不舒服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亲戚是谁之后，然后就会有志工或是有主管来问说，所以你是考试进来的，还是你是亲戚的关系进来的？超没礼貌。我就觉得超没有礼貌，就是好像我走后门进来的一样，对啊，然后就是这个意思呢。对啊，然后我觉得主管会很喜欢介绍男朋友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是真的有馆员被介绍成功了，所以就是这样很快就分手了。笑死！但总之就是开了一个先例，所以主管就会想说，他好像当媒人当的蛮成功的，就是他也是在享受一个莫名的有做到什么事的感觉。大概吧，对啊，然后人类好麻烦，对啊，然后志工有时候就是也是会问说，那不然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那他们去小镇打听一下，看看他们的人脉。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怎么办？我可能就说我还没有想要就是进入还没有想要谈恋爱结婚啊，对啊，然后
但他们还是会说啊，只是没有遇到好对象啊，只是没有缘分啊，之后下一次遇到也还是又会再继续问。对啊，你如果假装自己有交到男朋友也很奇怪，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小镇村的那个情报网，大家都就是对都很灵通，对啊。但又不能直接说你对，就是你没有要找男朋友的意思。有会跟比较信任的管员说啊，对，然后那个什么之前啊，对民众可能就不行了吗？民众倒是没有问过，民众不太会问这么私人的问题，然后只有志工跟对，志工主管，然后同事，可是同事那时候会问是其中一个同事会问的还蛮好笑的，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其实跟他聊天就是那个什么，我用交友软体认识到的女生blah blah之类的，反正我确定我讲过这件事情，对，然后他那时候也是会跟我聊啊，然后就会问说那出去吃饭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结果后来有一天他就问我说就是这个编目室里面有没有监视器？然后我就说应该是没有，应该是只有哪里有监视器。然后我就问说他想要做什么，他就说他就是下班之后想要去健身，然后他就是有点懒得去厕所或是去健身房换，能不能在编目室直接换这样子？对，然后那个编目室是可以锁门呐，只是我。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也还在编书，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知道我是女同志吗？然后他想要在这里换，然后我就不确定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就有跟他说，如果你不太介意我是女同志的话，那可以在这里换，对啊，这里应该是没有监视器这样。然后他整个吓到，他忘记了，他好像。对，他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感觉，然后我就心想，我之前用交友软体他好像以为我是单纯的在找就是一般朋友这样子。哦，对啊，好吧。对，但是他后来就是还是会直接在我面前换衣服，就他没有 care 这件事情。哦，表示他很信任你啊。对啊。哦，哇，这个我不知道，就因为是别人的故事，听起来特别好笑。哦，虽然我是异性恋，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男生在我面前换衣服，我个人是会不太自在的。可能每个人还是不一样，对。所以他后来知道之后除了当下可能有吓到之外，其实也还好，是吗？他后来知道之后还感觉对我蛮好奇的，他就也是会问我喜欢什么类型，他就才突然顿悟到说，所以我之前用交友软体是真的在想要认识人还是干嘛？对啊。这个，然后，对啊，他也会问一些因为我跟他算蛮要好的，所以他问的一些问题如果太入门的，我也不会被冒犯到。他就会问说，所以你是女同志男生还是女生的那一方？经典问题。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解释，对啊，因为他好像没有遇过吧，对，但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跟他已经有交情了，我就觉得被问也没有关系啊，真的，就是不认识或不熟的人问，就是会觉得很没礼貌，但如果本来就是朋友，就没办法，就是不一样，对啊，我个人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如果。怎么说呢？就第一次认识不是异性恋的朋友的时候，可能都会问一些出于好奇的问题。那你觉得被问这些问题会觉得很烦吗？你是指说还没那么熟的人问吗？所以就是会不一样了，就是熟的人就真的都还好。对啊，我觉得如果有熟的人，有到一定程度的交情的话，被问我就觉得还好。也要看那个问题白痴程度到哪里了。或是看没礼貌的程度嘛，就是探问隐私的程度啊。所以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还好。对。
我刚刚想到一个很没礼貌的举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可能知道是大概类似啊，应该可以说吧。我们措辞学术一点，应该就没有问题。哦，白痴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女同志，我聊天是在笑，就是如果一个女同志，然后你已经知道她是女同志了，而且是单性恋女同志，然后你是男生，然后你还问她说，那你对我这个男性有没有什么感想或是什么感受？那我觉得就会是白痴问题了。我觉得交情再好，我就会觉得说，可能本来你给我感觉是59分好了，那可能就会扣到590分。哦，OK， 就是不管交情再好，现在开始都觉得你头脑不好。对，一层绿茶讲的好尖锐哦，就是被问说你是女同志的男生还是女生的时候，要问他你是人类猪还是人类狗，太坏了吧？哦，对啊，这应该会有人问吼，你是不是没有试过异性，所以你才会是女同志？那像这也会，我是没有被交情好的人问过啦，但我就会觉得说，那你也没试过同性啊，那你说不定是同性恋，你就是该这样问他，你去试试看，对啊，对，完全该这样问耶，好要命哦。OK，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就是那个不要问你是女同志的女生还是男生，就是已经叫女同志了，所以对，或是像刚刚那个问题，我觉得不要去问说你对我这个男性有什么看法，就你想得到什么答案啊？对，因为我觉得你可以问说，对你这个朋友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都还好，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把你放进一个性别框架里来回答？就是你会希望得到怎样的答案？我就会觉得蛮纳闷的。真的，虽然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我也很纳闷，我真的很纳闷。不然你想要我回答什么吗？对啊。这种时候怎么办？就是没差啦，反正已经扣很多分了，就可以不用管了。这种时候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没有真的被问过，然后被我视作朋友的男性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我本身对男性一开始会比较有防备。可是如果是被视为朋友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把他当成一个人，对，就是当成朋友来看待。就我不会特别的去，我会想要去性别化的来对待啦，然后某方面也会觉得说这是值得信任的朋友嘛？对啊，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我个人在交友上也是没有很想要在意性别的，我是说这就普通的交友，对，当然每个人不一样，但是这一点我可能也是比较像这样子。哇，那我们就今天趁这个机会来问一点，就是如果像我一样没有很熟悉女同志文化的人可能会好奇的问题。好了，首先，我不知道大家会从哪些管道获得对女同志的印象，但是我想想怎么讲，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一种类型，我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对耶，算了，我还是照稿念好了。请问 T 跟 P 跟 H 是什么意思？就是像我的自我介绍里面有打那个我是婆，然后是女同志的婆，不是很婆的婆。因为我其实自己一开始在看 VTuber 的时候，也会听到，或是刚接触那动漫文化的时候，也会听到说，这我婆，这很婆啊，我超婆还是什么的。我就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在说他们像女同志的婆嘛？然后后来我稍微查一下，才发现说，那个婆是指很像老婆、很贤惠的意思，然后可能每一季都换不同的老婆，对，就完全不一样。然后婆的话，她是那个女同志那边比较气质比较阴柔的那一方，她可能是用科来做简称吗？或是 Pretty Girl，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 T 的话就是 Tomboy， 可是这比较是台湾的分类法，对。然后另外一种的话是 H 就是 half， 是不分，但 H 的话大概也是大概
2000年左右才出现的某种新品种的认同吗？因为像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会不太知道说自己是 T 还是婆，然后觉得好像两边都是，或是两边都不是，或是看交往的对象来决定自己是哪一边来做调整，对啊，然后所以就有出现这个分类，可是它也不是那么一定，因为像一些交友软体，它可能就会写说他自己有几%的 T 或是 P 或是部分偏婆部分偏 T 这样子，对，然后公受的话也不是用你的性别角色来决定的，就好像大部分人都会以为 T 一定是公，婆一定是受，但也不一定，而且就是你也可以去写上你自己的那个百分比来决定这样。可能我们也不必然一定要套用到什么框架里的意思吗？对啊。我想一下好像我不知道啊，这个可能很刻板印象，但是我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有蛮多人可能有这个刻板印象，就是好像会觉得T 是比较像男生的一边，然后婆是比较像女生的一边。你对这个刻板印象有什么看法吗？就是还蛮常见的说法，就会说 TP 的组合是在复制异性恋，然后所以其实也有过一个时期是大家都蛮不想要被贴上 T 的这个标签，然后就明明一副很 T 的样子，就有说自己是不分，就可能会觉得说这样比较有，就是也会觉得说这样比较安全，对啊。然后可是我觉得那比较是以台湾的历史脉络来说，我觉得是它的发展的那种状况吗？因为你早期社会，你其实很难光从外貌去判定一个人的性倾向，然后有些人比较阳刚，然后他不想要做出比较传统女性的打扮的时候，那他模仿的对象可能就是他所看到的男性，对。那可是我觉得也要去思考说，他所看到的顺性别男性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就是像那个 Butler 他说的那个性别展演理论，他也是会觉得说这些男女的框架也都是被展演出来的，对啊。然后我觉得其实 TP 的角色也不是那么的污浊，他其实是也很容易就会被松动，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也会去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互动的脚本嘛，对啊。因为也是有很多 T 他不会想要被贴上太阳刚的标签或是之类的。然后而且那个我觉得女同志当中的婆，至少在那个张娟芬的那个《爱的自由式》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婆的那个一些性别气质跟一般的异性恋女生是比较不一样的。当然现在的就是现代社会脉络下，我觉得现代女性也独立自主蛮多，可是在她写书的那个当时，我觉得婆对相较于异性恋女性是比较有能动性的。能动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她比较能够有自己的主导权，然后比较不会去限缩在某些婚姻制度或者是异性恋框架当中。我的想象是这样啦。原来，我突然想到，他的选择性是比较多的。我好像想到能动性。我已经解释了聊天室那是谁，可能有延迟，有扳手那个，可能有延迟。我只是刚刚突然想到，我听过一个词叫婆婆恋。婆婆恋是什么意思？婆婆恋通常是简称 PPL， 或者是其实 TT 恋也有，就是 TTL。然后就好像蛮多人说最近才流行的，可我感觉好像已经流行蛮久了。对啊，就是两个比较婆婆恋，就是比较两个阴柔气质的女生在一起。那 TT 恋的话，就是两个 T 在一起这样。对啊，然后
之前在脆上面有时候会看到，我觉得大家好像看到婆婆恋都会觉得很香很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看到 TT 恋的时候，底下留言都会很多攻击耶，就会说那你们怎么不去找真的男生在一起，或者是我会问说，你们这样算不算一种男同志？我觉得就是非常好没礼貌，非常冒犯的话，对啊，就完全不尊重当事人的性倾向或是性别认同。你说这些留言的人，可能不是同志社群的人，是广泛的大众。对对对啊，哇！我就是突然想到一个，我想刚刚你讲的这个现象，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有蛮多，我就讲男生吧，可能有蛮多男生会喜欢看百合作品的，但他们看到的百合作品，包括我会看的百合作品，里面可能比较多，就是那个两个女性角色的可能外表或是表现出来的样子都比较像婆嘛，就是比较像。比较符合就是传统社会框架下女性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在想，就是百合作品里面描写的百合跟那个真正的女同志是不是就是实际上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换个问法好了，你觉得女同志作品跟百合作品这两个词是一样的吗？我觉得还是有差距，应该说，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些作品，大部分的百合或者是 GL，可能早期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是会预设是男性读者嘛，比较男性向的视角，然后所以他就会呈现出。两个比较阴柔的女生，然后像是我之前要去找百合游戏来玩，然后也是找不到我想要的，因为就是很多奶太大，然后或者是非常的就不是我胃口的那种游戏，我觉得看起来可能比较迎合男性审美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它的那个分界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啊，但当然，如果你要说就是女同志作品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女同志作品以小说来讲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写实。其实那个分类，我觉得跟男同志还有 BL 的分类，我觉得有点像，就是男同志跟女同志的作品，至少在文学上，我觉得他们比较会去处理的是就是真实的生活经验为主，然后会比较去描写他们的身份认同，还有一些他们社群文化的部分。对啊，他不太是，我觉得他预设的读者其实不太是满足那些读者的幻想，他是要去让同志读者去产生共鸣。对啊，然后比较强调就是这些经验的再现吧，然后。百合或者是 GL， 然后或者是 BL， 他们会比较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唯美，或是比较浪漫的美学化的呈现吗？对，不一定符合现实生活这样子。对，但我觉得也不是那么一刀切，因为像是，就是像那个台湾的第一部百合漫是叫。是沈芳莲老师画的那个《一辈子守着你》，他的画风其实也是蛮漂亮的。然后他其实是以那个2名北一女自杀的这个社会事件为范本，因为当时那个社会事件就是他们自杀的遗言是写说这个社会的本质不适合我们，所以有人就会去揣测说他们是不是一对女同性恋。那这件事情到今天也是没有证实，可是当时他们学校的辅导室就会说我们学校不可能有同性恋，就是完全的否定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漫画家他就是以这个故事为蓝本，就是画出来，但我觉得他其实是想要把故事带到比较圆满的方向，因为他让就是其中一方就是死去之后，然后其中一方他有幸存下来，然后后来成为那个女性议员，然后去推动同志婚姻。但
这部漫画它被画出来的时候，当时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想象台湾可以通过同志婚姻的，对啊。然后像这部漫画它怎么归类在女同志还是百合，我觉得就会比较难去界定。对啊。然后还有像台语的那个漫画那个声音说，我觉得他虽然也是，就我觉得好像也很难定义他是百合还是女同志，因为我觉得他后面还是有触及到就是两个女性能不能结婚这个议题，对啊。然后他刚好在画的时候已经可以结婚了，所以他就是有用手语来做求婚的这个形式。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描写中，我觉得就是好像也象征台湾的创作的里程碑，也有跟就是社会制度上跟进，对啊。有时候真的很难直接一刀切，而且有道理啊。不过刚刚真的有聊到，还有聊天室也还有在延伸到的，就是那个我的理解啦，我不知道我理解正不正确，但是我好像有理解到，就是我觉得本来就是异性恋男生对女生的审美，还有女同志对女生的审美，就虽然没有说一定非得是什么样子，但可能就常常是不一样的，好像有这回事。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落差。如果真的是应该说如果是用平均值或是数据来看的话，对，我觉得一定会有落差。对啊，就连异性恋女生觉得什么样的女生漂亮，跟异性恋男生觉得什么样的女生漂亮就已经不一样了。对，对啊。而且我想要怎么讲，没有，就是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所谓的百合作品，结果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跑出一个男生，然后最后就是比起百合看起来更像后宫，我就想说你卖给我骗，就觉得被骗。我觉得只要在百合作品看到男性，不管他是功能性的角色还是怎么样，我都觉得有点功能性也不行。像是那个什么。他在意的对象不是男人，然后里面我记得也是有一个男性朋友的角色吧。我每次看到他出场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烦。虽然他是以各 CP 的角度出场，但还是很烦。有时候对啊，就很想赶快把他翻页翻掉。好笑原来如此。好，那个，请问你有？我想一下怎么问。这个我们上次街访有问过，就是你会不会搭讪你有兴趣的对象这一件事情。上次街访有问吗？没有吗？还是我一直很想你有列进题目里，但是好像没有时间回答。我太想问，以至于我以为我已经问过了，好好笑。应该说，我有讲过另外其中一个版本啊。对。对啊，这个我蛮好奇的。就是怎么搭讪有兴趣的女生，有兴趣的对象，就是之前有写在推特上，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蛮厉害的。就是那时候是去餐厅的。就是常去就是有去一间餐厅，我就看到店员还蛮可爱的，也是我的菜。但我觉得说，如果你就直接说你很想认识对方，就是一定会吓到他。所以我后来就是它是一个玻璃橱窗，所以我只要看到他有在做外场，我就会进去吃饭。然后我就反正就是我先去刷脸，去刷一下存在感，然后不要在尖峰时段去吃饭，因为人家一定会很忙，他就超不想理你，所以你一定要选就是冷门时段去吃。对，然后可能就是偶尔去跟他聊一下天这样子。对，但后来就是好像是他说他快要离职，想要去找别的工作，还要离开那个县市啊，我有点忘记了。所以我那天我就结账的时候，我就拿那个桌上的顾客意见表，就是纸本的。那时候很多东西都还是纸本的。为什么要这样？菜单纸本的顾客意见表，现在真的很多都没有纸本的。对啊，然后我就写我的各种联络方式，我就写我的本名啊，然后
电话啊，然后信箱啊，然后还有什么，我好像还写我的 IG 耶，然后反正我就都写，然后我就写说就是希望可以做个朋友这样，如果他不介意的话，然后就结账的时候我就交给他这样，对啊，然后可是那天交给他之后，就想说，好像都没有回应，所以我本来想说我是不是太逾矩了，对，但后来隔天早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手机就有传简讯啊，对，那还是一个那个时候还是简讯，还是简讯的年代。然后他就有传简讯来跟我说早安，这样我们就有先传一下简讯，然后就有开始私底下见面，对啊，哇，聊天是不可以问，这是几年前的事情，没礼貌，没有礼貌，没有礼貌。哇，我还有另外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这算恋爱头脑战吗？我觉得也是蛮浪漫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另外一次是那个什么，不是另外一次啊，这是已经上一段已经分手了，不是另外一次，就是我去参加那个研讨会，然后我那时候是我在发表论文，然后我还记得是跟女同志文学有关的主题，对啊，可我那一天我也是超级紧张，因为我觉得我写的太我就是反正就写的不是很好，对啊，然后后来就是台下就是明显就是有一个明显就是女同志的人，因为她就是一副很中性打扮的样子，然后我觉得她也是蛮有那种 T 的那个气场在，然后她就有给我一些回馈，可是她给的那些回馈有一点威严性吗？因为我知道自己哪里写的不好，然后他都有看出来，所以我就其实蛮心虚的，对啊。然后后来就是那个研讨会不是都会有那个茶叙的时间吗？对。然后我本来还想说是不是要再去找他聊一下这样子，对啊。可是我感觉他是那种蛮凶的人，对。然后所以我没有主动去找他，但是他后来是他自己主动走过来找我，然后他也是写了纸条，那时候都是纸本的年代，对，他纸条上面是他的email， 对，他就说他有一些就是相关的那个参考文献，他可以寄给我，然后如果我需要的话，我可以寄信去问他这样子，对，我还记得那天是快要跨年了，我记得快要跨年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在什么时机点去寄出这封信，我就选在12月31号寄，然后顺便去就是祝他就是新年快乐这样子，对啊。然后所以就有开始就是 email 有写信交流，然后其他交流也越来越深。怎么讲起来怪怪的？我没有这样想，反正就是这样在一起了。对。哇！我没有想到今天可以再聊那种就是酸酸甜甜的，还是酸酸臭臭，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人生中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就是寄出那一封信。我应该当时我就要把那个纸条揉烂丢进垃圾桶，因为他是一个很可恨的狮子座。对，然后我觉得他当时在研讨会上那样对我的方式，就是我觉得也很像我们之后关系的延伸啊。就是我讲什么，他都说不对，不是这样，然后怎样什么的，然后就很只是处，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奇怪，今天怎么会聊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对那个段关系不是很快乐，对啊。然后总之后来也是分手分得不太愉快啦。传说中的那个，昨天也有讲到呢，就是说，如果一开始觉得这个人有哪些地方可能你不喜欢的话，他会一直发生。对。我觉得我就要去记得，就是在检讨会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它就是会发生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对，好，大家学起来咯。以后那个狮子座的朋友，不是我说的，对，不是我说的，可恨的狮子座。好。不过我觉得那个很有智慧的，除了那个我刚刚会把这张那个恋爱头脑战拿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你还选在那个不是餐期最忙的时候去，让人家可以看到你这件事情很运筹帷幄啊。
哦，对啊，还有寄 email 的时机，要先跟他找到说新年快乐这个时机点，就是可以顺便开一个不那么直接跟学术有关的话题，这样子。哇，那个啊，不过我觉得你主动把联络方式给对方，或是人家主动把联络方式给你，就是这种方式真的还不错。因为如果是就是有人冲到我面前，然后就是说我要你的电话，我就会觉得你谁呀？但是如果他是就是给你他的联络方式，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选择联络我，感觉就好很多，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对啊，就是至少你是把选择权交给对方的，不会太有压迫啦。对啊，对，因为就是我觉得要拒绝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需要耗费一些勇气的，所以对，就有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有时候拒绝别人这件事情就会让人不太舒服，所以不要让对方必须拒绝你，你把选择直接交给他可能好一点。我很好奇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通常只有女同志知道的，就是普通不是说普通，就是也可以说普通，就是大多数异性恋可能不会知道的。我觉得像是对伴侣的称呼吧，就我觉得好像很多异性恋会不知道说，其实女同志之间没有，我以为全世界都叫宝。没有，网络文章看太多，宝贝听起来好恶心哦！真的吗？真的吗？还是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叫？我们已经受不了这种称呼了。应该说，这边是指对外的称呼啦，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他们会比较希望被称呼为男朋友，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些是因为他们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这个样子的打扮被称呼叫女朋友很奇怪，然后他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当男生，或者是他有这个性别认同。那当然有一些是有啦，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会吵很久，就对外到底要怎么称呼，后来都是一致叫伴侣，我觉得是最中性也最安全的。对啊。顺带一提，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跟我称呼她的男朋友的时候也是叫伴侣，我觉得伴侣这个称呼真的不用限制性别，还蛮方便的。尤其如果你觉得性别不重要的话。那可是如果当然也是会有人会非常的在意，他就是一定要使用男朋友这个词。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看你们彼此之间怎么协调。对啊，因为有一些女同志她可能就会觉得说这好像有点挑战到她的性倾向的认同了。对啊，但有一些女同志她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只是一个名称。对啊，然后或者是说跟跨男或是跨女在一起的话，不会去撼动到他们自己本身的认同吗？对啊，就我觉得看彼此怎么协调相处这样子。然后其他的事情，好像也不太多人知道枕头皇后或是枕头公主这样的词 ，Pillow Queen。就是在床上的，就是负责躺着不动这样子，它比较是揶揄的方式啊，对啊，就是有点贬义的方式，对，就是不在圈子里的人根本不会用到这个词，所以不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没有在异性恋的圈子听到这个词，可能异性恋预设就是对。对，就是异性恋他其实都预测男就是攻，女就是受。然后所以在女同志的世界里面，就是对于就是永远做受的那一方就会有这种贬义的词。可是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要去翻转的，对啊，因为像那个 River 是说不想出力的那一方，可是其实我觉得你要做受，你其实还是要。怎么说呢？我可以乱讲话吗？好，你可以讲。有一些人当受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然后我也不觉得每个人都有义务。但有些人当受的时候会选择出演技，我觉得这也是要处理的。对，然后演技以外，我觉得还有你要怎么去挑拨对方吗之类的？我觉得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没有那么
主导权，对啊，所以就是公受关系不一定是那么的可能单方面服务的，其实它还是会有互相的。就算即使他是被进入方，我觉得他也不见得就失去了他的主导权，应该这么说。对，所以像是我觉得 V 圈有时候会很喜欢说，尤其是男 V 他们很喜欢要做攻的位置，就我会觉得说他们好像被贴上受的标签的话，就是男性尊严受到了真的对啊，就不一定是 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很多男性都是异男，很多都是对啊，就我会觉得说这个词汇好像可以再翻转，对啊，不会失去能动性吗？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很多玩法都还可以玩吧，对啊，知道的太多了。不过这应该也算是只有女同志知道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只有女同志知道是那个，你知道束胸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束胸。在读你介绍给我的书的时候有读到，但是我不敢说我很了解。它有一点像运动内衣，可是我感觉它应该是又更贴的吗？它是会把就是胸部的这个性征，就是在变得更不明显，然后对，就让胸部特征比较不明显用的。然后束胸的款式，我觉得好像也是只有女同志知道。它有分那个拉链型的，拉链型的话是从那个中间那边拉开，然后魔鬼毡的话是从侧边。然后我知道有一些女同志，她们很就是因为你拉链型的拉开就那样，可是如果是魔鬼毡的话，就是你是撕开那种啪的一声，就很有那个爽感。对，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有女同志知道。你说就是会有某种张力就对了，因为很大声。对。对啊，然后还有死床吧，好像也是不太多人知道死床的这个文化。这个词，对，因为他一开始是1983年的时候，就某一个社会学家他提出来的。他那时候他好像是研究就是各性倾向的，就是性关系，结果他就发现说，女同志伴侣的性生活会跟异性恋或是那个男同志伴侣少很多，就是会比较容易遇到死床。对啊，可是因为那是1983年的研究，然后我记得他当时的论点就是，因为异性恋之间的性关系，好像男性如果提出要求女性的话，就比较不太好意思拒绝。然后男同志的话，好像因为他们生理上的因素，所以也不太容易死床。然后女同志如果在一起久了，就会很容易就变成某种精神恋爱嘛，就是要做不做，就是都没有关系。对啊，死床是指没有床上活动，对。这个应该也是只有女同志知道。好像是耶。好，所以应该就这些了吼。对，感觉讲了好多。毕竟只有你知道，我只能负责问。好，来问个尖锐的问题吧。今天最后就应该问点最尖锐的。请问为什么同婚过后还有同志游行啊？同婚已经通过了，为什么每年还有同志游行呢？这是每一年都会遇到的考古题。考古题每年都要被问。就是大家都会在社群软体说，同志婚姻不是通过了吗？怎么还要继续走游行？就他们会不太能够理解说现在通过的只是专法，然后不是进修民法，所以就是还有很多法规需要去修改了。然后而且如果同志游行，如果同志婚姻通过就真的达到就是同志平权的话，那为什么大家还会拿性倾向来开玩笑？因为像一些同志 NGO 组织，他如果发布一些同志活动，然后就是一定会很常看到，就是会有
猴子，对，去 tag 朋友说，这你的局，你要去参加还是什么的，就他们会去污名化这个男同志性倾向的这个心态在，对啊，然后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就好玩啊，为什么不能这样玩？可是你不会拿别人，你不会拿异性恋性倾向这样开玩笑，因为在你心中你会觉得异性恋性倾向才是正常的，所以你就不会拿这个来开玩笑，对啊，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些玩笑其实都说不得就像拿来开地狱玩笑或是复制文，大家就会觉得说干嘛这么认真，对啊，就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显示。就是对于同志的偏见都还没有消失啊，而且我觉得同志游行它其实要去处理的也不是只有同志的权益，我觉得性别平权也是很重要的议题。然后像其实学校的性别教育，我觉得也都蛮参差不齐的，对啊，然后对，然后而且就算法规有跟上，可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可能还没有跟上这个法规，所以在医疗人员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去理解说同志的需求，或者他不知道这个专法是什么东西，然后校园霸凌也还是会一直出现，对啊，然后媒体他还是会一直去用比较病态化的刻板印象去描述同志。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一直走同志游行，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些意义，就是我觉得他每一年都要去想不同的那个政治诉求，这也是蛮重要的。然后还有我觉得是文化社群的认同吧，然后像一些不一定是跨性别者，或是一些他可能平常想要穿跟自己传统性别不一样的人。他没有办法在平常那样子穿，他可能有些男性他就只有在那一天穿高跟鞋，然后或是穿裙装，然后这是比较他会让比较安心，所以我觉得同志游行它像嘉年华这个问题的话，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对啊，然后还有我觉得其实每一年这样走也算是某种社群能量的补充吗？就是让会蛮安心说，就是原来大家都都还在，对啊，就是虽然我们不一定认识彼此，就我们都还有在努力，然后还有一些议题还没有被看见，需要被改善，然后而且我觉得算是让大家知道说有非主流性别形象的存在吧，对啊，或是万圣节，对啊。哦，万圣节，对我第一次穿裙子就是万圣节。那当然，我觉得会有一个目标，就是说，如果一定要达到一个目标的话，我会希望说，它运动的目的应该是要让有一天都不再需要同志游行，就大家在平常也都可以这样穿，就是我觉得，对啊，我心中理想的目标啊，对。哇，三次方说法规跟前线人员有没有落实是两回事，我只是刚好想到，就是国家语言发展法也通过了，但是有落实吗？对，所以的确，对啊，然后我觉得就像就像复振台语好，就是我觉得要有一天，就是你就是年轻人用台语讲话的时候，然后别人不会说，你干嘛不说华语？就是我觉得当这些疑问都消失的时候，才是成功的，真的去达到平权，对啊，就是真的，就像那个就是所谓就是那叫什么，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我突然找不到正确的词。哦，女性主义就是会一直还会有人就是在提这个议题。就是因为还没有平权哦，对，就不要再对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平常生活中没有察觉到，就是有一些问题根本就还没解决，就是像刚最一开始说到，同志婚姻已经用专法通过了，可以结婚了，但是其实要解决的也不只有这个问题，所以对，就是还会有同志游行，就可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每年都要提醒大家，我们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完，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还没制度或是社会的观感那些都还没有跟上，
对对啊，就是这真的是很多方面啦，就是包含制度面，大家的教育、大家的认知，真的是都还很需要努力，没有错啊！真的，为什么要一直提一样的议题？就是因为问题还在。真的耶，对，好诶，哇，我们今天控时好精准哦，刚好差不多到了真的10点整，太好了。我还以为讲到超时，但是好像让你讲了很多话，23页，哇！而且你说你还把它印出来变成纸本的稿，对不对？对。天哪，就是有点很认真耶，很认真。因为我真的太怕讲错话哦，因为你你有一题说我是公众人物了吗？啊，对，结果后来没问到。那你觉得你现在是公众人物了吗？我觉得我印在哪一页？你这题也有？对啊，应该第2页。我觉得，就大家好像都想象公众人物是好像一定要很有名，政治人物还是明星之类的。可是我觉得 VTuber 就会算是公众人物，就是应该说经营自媒体的人啊，也不一定是 VTuber， 因为他一定会有一定数量的粉丝或是受众，然后你说出来的话，一定会去影响到这些人，对啊，然后虽然还没有出道，可是已经有在有在写推特文章的话，有在写推特文章，而且我其实已经开始会，也不是开始啦，是一开始在写的时候，我就会已经开始会怕说我不能写错，或是写错我一定要马上去指正这样子，对啊，然后或是有人留言提醒我说要赶快去修正这样，因为我觉得对自己的要求，或是也是我自己看台的要求啦，或是就是我会觉得说你应该要有传递正确资讯的自觉，然后至少不要做出歧视性的言论或是玩笑，如果无意间做出来，我觉得也要马上去知道说你要怎么去道歉，对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伤害到哪些群体，而且都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发生的那些群体，或是不敢发生的群体，对啊，对，我自己也是觉得，虽然我比较不会直接说我认为大家都应该这样做，我不会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把自己当成公众人物啦，就是不管你流量多少，你是在一个公开的地方，以一个传递资讯的人的姿态，在产出一些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有良知的话，你就应该为你产出的内容负责。但是你知道吗？你可以选择没有良知，那是你的自由，我也拿你没办法。但是如果你选择这么做的话，那如果哪一天你被很多人批评了，那也是可以预期会发生的结果，因为你在公共的地方发表了你的想法嘛，所以所有人都可以批评你。对，那对，就是所以对啦，我们其实已经都是公众人物了。其实就算自己觉得不是，那好像也还是公众人物就是当然可以说这是你的言论自由，可是别人也会有批评你、指正你的言论自由，完全就是这样。对，没错。对啊，所以就还是好啦，反正我的立场就还是你可以选择传递正确的资讯，但如果你选择不这么做的话，你要为此负责，因为是你选择不这么做的，所以你被骂是可预期的结果。对，我还以为你要说是活该对啊，就是你被骂就是活该啊，别人可以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所以你被骂是活该的哦。对，是这样没错。让我难得委婉一下嘛。好，太好了。那想请问那个你什么时候会出道啊？什么时候？没有啦，没有要这么有压力啦。我其实有在我的那个 YT 的待机室有写一个日期。对，你已经决定你的初配信日期了。理想中那个是理想中，我是写在4月26号，因为你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吗？
这一定是异性恋不知道的日子。真的哎，对不起，我是异性恋，我都不关心跟我不一样的群体。那天是那个女同志现身日哦，所以你要在那天现身。对，那天储备性好像很有意义。哎，有道理耶。哦，那还有五个，哎，差不多5个月可以准备，太好了。但只有在这里讲，对，好，对，非常机密的资讯。在其他地方讲，我就当做我是狗这样子，我就不承认这样。当做自己是狗是什么意思？我是红萝卜南瓜狗狗战士，我不是猫猫卡爱。好，我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出现第三个分身。好好期待哦，好期待哦。那我本来想问最近还有什么要宣传的，这算吗？还是你有其他想宣传的事？其他好像没有因为我本来其实都会想说，好像应该要来放一些短片，可是我觉得剪片软体真的好难用，比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系统还难用。请问以后会直播使用编目系统吗？应该不行，对不对？没办法，因为那编目系统都是图书馆的那个图书馆里的电脑才可以用啊，那没办法。而且图书编目系统也分蛮多种的，这个讲下去会太像哄睡台。那你之后会开哄睡台吗？对。好，你知道就是有 Mark 21，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最新的编目规则是 RDA， 但我们的系统还没有跟上，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那个CCR 的这个规则。对啊，这越来越像哄睡台了。是的，我直接表演睡着。好啦，没事。那个好，那我们聊天是说1月1号是很有意义的日子，这是什么性别的节日吗？这我不知道可能我对性别的研究没有很深入，我是真的不知道。好，那我们就这样结束嘛？好突然。好，还是你有什么要宣传的吗？对耶，我每次都会忘记我自己也可以宣传耶。每周要做那个什么VTuber 出道准备的那个系列节目你问了这个是因为你要准备出道，对不对啊？我是帮那个3次方还有帮那个伊藤绿茶问的。对，阿酸没有。好啦，我有在规划，然后我想说，就是这个节目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固定开在每周5晚上，因为如果你是朝9晚5上班族的话，那一天就是你准备迎来周末，可以花周末好好准备。不过我看了一下那个我12月可以用的时间，我发现要到12月中开始我们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应该12月中开始就真的会有这个节目，就是来教大家出道，或是就是经营 VTuber 要可以准备什么，或是也没有或是就主要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分享，所以确实是可以宣传一下。那也蛮快啦，12月中。对啊，我也只能再准备半个月了。对，但是对啊，确实是有计划会有这个节目，没有错。那大家如果好啦，我平常都在叫大家出道啦，但是说真的不出道，我也不会什么跑到你家衣柜还是怎么样的，不会啦。但是如果有想尝试或是想知道就是经营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来看这个节目。谢谢。好，宣传完了，那我们就让那个讲太多话的猫猫可以赶快休息吧。天哪，我觉得我听回放会让我应该会觉得我的声音很不漂亮。哇，被虐待的来宾。被发现我都在压榨来宾了吗？可以在那个出道准备的时候教说怎么讲2小时都不会沙哑。这个我其实也很不会耶。我知道有些人很厉害，但是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太会正确的使用喉咙的人，所以我也蛮常有一个没办法耐久的问题，就是我也是
讲话讲一讲，很快就会累了。所以我好像没办法教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不擅长这件事情。不过虽然听起来很像啊，没有啦，确实是开玩笑的，但是就是我都会说什么，想要让观众出道之后就可以蹭观众的流量。今天好像算是达成这个生涯目标了，怎么会这样嘞？哎呦，我就是计划在直播前好像应该要多发一些宣传文，所以我有，对啊，但是我发现花时间写的文章，结果没有多少人按赞，然后结果发了一些废文或是梗图，好像大家比较有共鸣。对啊，我觉得推特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听说推特就是很适合发废文啊。我拖这么久还没降落，是因为我不知道说我的浏览器也很卡，救命！今天呢，我们电脑好像不太行啊，太好了，我们可以降落去找伊犁了，我们不用。